昨网络传出一段3个学生拍一个人的画面哦，家人的警方主动调查，发现讲这是一件国中生霸凌的案件，马遂通知学校进行校安通报。3个学生是轮流拍另外一个学生，在过程中，有人摕边仔的剃图这物件一直牵，有学生在录影。规个过程的影片，才是暗时在网络顶悬在流传。警方网络巡逻发现讲，这个国中生的霸凌案，遂通报学校，而且进行校安通报。不了解被害学生日前与施暴方有肢体碰撞而产生误会，警方立即掌握双方身份，并由家长陪同到案说明。后续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移请侦办。警方甲涉案的这个学生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依请少年法庭来审理。学校嘛紧急进行了解，初5早起开会做后壁的相关处理和辅导。关校内的人员，因为有一位是校外同学啦，那校内的同学的偏差行为同学，我们也会在进行辅导晤谈，然后会持续的在做一个追踪辅导状况。也是非常难过。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基隆的校园霸凌有零容忍以及长时间辅导惩戒这样子的一个方案，我们会长达半年、1年，或许更长的方式，每个周末在他放假的时间必须进行辅导。对家人佫一摆出现学校的霸凌案，市长谢国良是真重视，强调对学校霸凌零容忍的立场，要求教育处这单位投入辅导资源来协助。嘛强调讲对涉案的学生进行至少半年以上礼拜拜6的辅导。记者综合报道。